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今日的节目。好好运动，我是今日的老师邱凯如老师。今日呢，我就带点两只动讲的先生来听下，来好好运动。来，先介绍我的右手边的是我们的心怡老师。好，我们的左手边的另外一个老师是我们的建芬老师。好，今日呢，凯如老师会带大家来做乜嘢呢？今日呢，给的来做一些伸展，简单的伸展的动作，以及腰部扭转的动作。做乜按你讲呢？一下啊，腰酸背痛，唔咩就弄人高，一下动到后生人，连声音呢就冇哦。你看到大巴掌，看到背鼓鼓哦，冇就看到给的按你动到一下那又冇松快，那又冇松快哦，就会痛手，好都不卡哈。花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做小小的伸展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有不同的功效哦。好，一下就等凯如老师跟下来好好运动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今天呢选择的是坐在地板上。假使讲也不卡还有瑜伽垫的话哈，就等瑜伽垫拿出来，不用落地奶哈，保护你的膝关节，保护你的踝关节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黑某瑜伽垫的话，你看有没有比较厚的一点？巧拼，像生也爬来爬去那种巧拼，每周的用哦。好，重点就是，你下波要垫一些东西，不然你就是放一下毛巾去保护你的膝盖，还有保护你的脚踝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今天就一起开始咯。好，现在请大家呢和我一起，我们踩金刚跪姿，这个动作叫做金刚跪姿。你会知道讲牙七头啊哈，冇会发就是牙失误，冇办法坐下耶发。你就在踩轻松的坐姿，就像你的刚刚一开始的那一个动作，轻松的散盘也是可以的哦。好，如果你会知道讲啊你冇嘛个一舒服，坐到天来哈，跟你就坐到灯内红就好诶，没有一定要怎么样。反正重点就是你觉得轻松、舒服、自在、开心，按你就好诶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就来开始了。一开始，呀背要打侧侧，莫按你咕咕啊，背呢要打侧侧，肩头要并下来，抬头挺胸，很骄傲的看着前面。好，三下一咧，停呀两只手强强的拿到荡过来。好，手掌心向上，呀手啊。黑做的发好，往上延伸，去想象你的手掌想要推着天空，对啊对了，准备好的哈，手背在耳朵的旁边，呀肩头莫缩起来哦，听下肩头不用强上来。假使讲呀手真的没办法伸出来发，唔怕一系列没唔怕，好，尽量的让你的手掌推向天空就做得嘞。对啊对了，还有一个重点哦，呀手腕莫送出去，你要听下手腕。揪起来，你是不是揪起来？你肚子就舒坦了。好多人会吃到讲呀背呢，讲呀肩头会吃到有点咩酸痒酸痒，唔怕，你就都会停下，你就在头都要得会停下。好，停到5秒钟，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好。以下呢，等下两只手先不用好了啊，等下肩头有点软的嘛，唔怕，我们来做一下肩膀的舒缓，让你的肩膀由前往后轻轻的动一动，舒缓一下你的肩颈的压力。好，我们要在第2次咯，再一次的把你的手由2侧慢慢的往上举起来，对，大家都抖后，手掌心向上，手背在耳朵的旁边。你的下巴不要拉长，下巴往内收，把你的背是打直的，下巴是收的。好，撒下一了，等下眼位不用扛松，往左边压下去，然后让你的眼睛看向天空的位置。因为它伸展的地方呢是在你的这个侧边的斜腹的位置，所以你下背肩头跟眼位不用扛松哦，莫主看到蛋糕。好，你手摸慢慢伸出来发，身体拉松了一系列就好诶。你只要感觉到侧边斜腹的延伸拉长，给做的强化到心经，帮助你今天晚上我卡后摔哦。好，停留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强强的来转来。好，肩头我双来发，你的手先不用下来，肩膀由前往后，再轻轻的去做一下舒缓的动作。还有一片沙对吗？再一拍哦，背弄大侧，等下两只手由下往上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手掌心向上，手背在耳朵的旁边，让你的下巴往内收。好，轻轻的吸口气，我们来往右边吐气。
对的，停下眼睛看向天空。你迄次都讲呀，身体的压力，不管是膝盖还是呀肩头，你动态的话呀，身体较高的位就好诶。好，停肩头迄不用轻松的哦，莫怕省车唔怕，就做到呀的极限就好诶。还有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停下身体带转来。好，摊下做动后，停下数，再强强的不用下来，肩膀由前往后，再轻轻的去做一下舒缓的动作。好，摊下做动后，左右边再各做一次，好吗？先看一下你身体的空间哦，你看空间黑动态发，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空间再做更大的延展，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了哦。拨弄大车，再一摆停下用这数由下往上，慢慢的往上拉起来。假使你停下胸用黑按你坐姿发停下胸好哦，手掌心向上，手背在耳朵的旁边。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让你的身体往下，眼睛看向天的位置。你迄都在得做动强松的发有冇？你身体咧来侧来，然后停下臀部轻轻的往上提起来，让你的臀部坐在地板上，背是打直的哦。好，再一个让你的腰部放松往下沉，左边的肩膀跟你的左边的腰部是放松的，右手再往上延伸，眼睛再一次看向天的位置，停在这里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轻轻的吸口气，让你的臀部再坐回你的脚跟，让你的手松开，不用强松，摸住看到你的肚脐，停下数没不用强松了哦。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额头抬起来。喊做得啦哈，脚有闭头嘛，那时候脚闭闭的发，你就停下脚做一下散盘的动作就好诶，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哈。你空间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任何的运动、任何的动作，绝对不要去勉强你的身体，不舒服就是不舒服。我们没有在做比赛，所以要试着对你的身体是诚实的哦。好，我们还有一边的伸展一起来了，再一次的把你的背打直，让你的手天天的留2侧，由下往上。手掌心向上，吃动你的手背在你的耳朵的旁边，背是打直的，眼睛先看着前方。好，喊做的来发，再轻轻的停下师傅。好，不用落踢奶哈，我拿黑大车了哦，不要急着往下，先让你的背是打直的，也会不用强松，不用哈了，一系列没唔怕，唔是痛都唔怕哦。好，还有空间的话，上面的肩膀往后转，懂后，眼睛在看着天花板。都要台湾哈，假使你吃到人七头，某就吃到人脚趾某嘛一松快发，人师傅某丑都听得好哈。你要让你的身体呢是感觉到是舒服的，而不是有压力的。还有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轻轻的吸口气，把身体带起来。好，太卡都做得动后哦，好，停下树不用下来，肩膀由前往后，再轻轻的动一动。太卡做得动后呢？好，都要对我了，然后听师傅从头听来下，脚伸出来。刚才咧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吃到讲，假设讲身体的压力动态的发有嘛，你就把身体的曲线摸按抖就好诶。好的，停下脚板相对，然后在这里呢，让你的手放在膝盖上或放在脚踝的地方，然后让你的手肘左右的打开，身体往前轻轻的压一压，弹一弹，释放一下你的后背跟你的肩膀的压力。再一次让肚子收，身体慢慢的停起来一了。好，调整一下你的呼吸。沙哈罗的动作呢，是去做一下腰部扭转的动作，去改善下背的压力。一嗨年哈，就是吃了功，一天到晚腰酸背痛，那通常都是因为坐姿有一些需要调整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藉由一些简单的伸展，去改善我们身体不舒服的地方。好，一下就等着凯如老师空下来了。一下嘞，等下2脚并拢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俺会侧边坐，后面的老师呢会是2个人会是面对面的哦。好，在这边把你的背是打直的，然后呢，你这个脚跟不要靠近你的身体太多，稍微出去一点点，等一下你的身体才会有空间去做延展。然后在这里把你的背是打直的，让你的左手来到了你的腿部的外侧。好，然后让你的手背去顶一下你的脚，去把它推过去咯。我这么一推，我的腰就有扭转的感觉了。再一次把你的右手由前往后画半个圆，让你的手指尖掂地，然后手指推的力量，让右边的肩膀就是要偏的肩头哈，打开来，
听下目睭看到亲后背的地方，可以还有动讲的小狗的小摸的都后背嘛。停留在这里哦，俺技术有一松啊脚啊哈，不是松的力量让你的肩膀打开来，眼睛往后看到最远。还有5个呼吸哦，4、3，不能搭车咯，你不能蒙咕咕哦，2、1，好，轻轻的转转了。好，等好，来停下脚，伸侧，那还有一片沙哦。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两脚膝盖弯，脚莫按拳哦，卡出一点位，卡出一点位。好，不能搭车，再一摆，让你的右手肘弯，腰先转，让你的手背在你的膝盖的外面。你喺刺头讲按哪法唔怕，你就停下脚再出一系列，冇办法就停下舒在。看你来单位就做对，你自己可以调整啦，因为没有所谓的标准的动作，每个人的身体空间某嘛一共用啊，勾手我们的距离还有我们的动作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不过你记得，等重点有抓到来，然后有在一个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做到一个最大的延展，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就好诶。好，准备了哦，停下手，并到下膝盖的外面，跟下手掌松一下下膝头。送出一了，不能搭车了哦。好，让你的左手由前往后，让手指尖掂地。再一次的把你的背打直，左边的肩膀往后转，眼睛往后看到最远。还有3个呼吸，2、1，好，轻轻的转转来，等好，停下手，不用退之后，膝盖伸直，然后往前轻轻的压一压。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额头抬起来。好，我们回到了正面。好，今天的动作係咪唔會難？個要懂生活，要懂健康。記得咯，任何的動作，任何的角度，你都要對你的身體是誠實的。冇一格偏一格啦，反正任何的動作吼，都唔係都必須哦。你只要感覺到是舒服的，然後有伸展到，把每一個動作的重點有做到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好好運動的動作就到這裡咯，我們下次再見，再見。